好多人都唔知道，按照常理，中國根本唔係而家咁嘅樣子，甚至連印度、非洲都不如。越嚟越多嘅年輕人覺得而家嘅優越生活係理所當然，每日泡吧打遊戲，甚至飯嚟張口，衣來伸手，選擇躺平。不過所有嘅中國人確實好幸運，因為我哋都生活喺一個奇蹟國家。點解咁講呢？從人均 GDP 300到1萬美金，英國用咗200年，美國120年，韓國用咗40年，而中國只用咗僅25年，僅用一代人嘅時間就讓14億人跨越溫飽，奔向小康。80年前，日本仔嘅鐵蹄幾乎將我哋中國搭成咗廢墟。40年前，我哋嘅父輩仲彎住腰喺地裏邊挖野菜嚟充飢，一碗粥要分3餐嚟食。嗰陣時，如果有人話中國會變成而家咁嘅樣，恐怕佢會話你係神經病。畢竟二戰結束嘅時候，列強工廠裏邊嘅機器早就已經隆隆運轉咗100年，鐵路鋪滿全國，連印度都有英國人留低嘅鋼廠同埋鐵路網，而我哋可以話乜都冇，連一條完整嘅內燃機生產線都未建起嚟。中國人唯一嘅希望似乎只有種地。1949年，當開國大典嘅禮炮響起嘅時候，我哋國家嘅人均 GDP 只有23美金，全球墊底。每個中國人辛苦一年賺到嘅錢，只夠買半把菜刀嘅鋼材。90%嘅國民住喺漏雨嘅泥屋裏邊，每年人均糧食只有209公斤，相當於每日都唔到一碗飯。全國只有3670名嘅西醫，每5萬人先至有一張病床，10個出生嘅嬰兒最多只能夠活落嚟8個，夭折率超過20%，人均壽命只有35歲。當時美國每1000人就擁有1.5輛嘅汽車，我哋可憐到咩程度呢？每1萬人先至能夠湊出0.07輛嘅單車，工業基礎甚至不如世界上最窮嘅國家津巴布韋。當時我哋人口5.4億，全國嘅鋼產量都唔到16萬噸，人哋人口3.6億嘅印度鋼產量都有137萬噸，我哋連人哋嘅零頭都唔到。全國80%以上嘅人都係文盲，並且咁仲係喺能夠寫出自己個名就唔算文盲嘅前提底下計算出嚟嘅。解放軍嘅裝備就更加唔好講啦，嚟自24個國家嘅雜牌武器，維修嘅零件完全依賴繳獲。海軍嘅主力艦艇係用木殼嘅漁船改裝嘅，空軍只有17架拼湊嘅飛機，開國大典上邊都要靠飛2片嚟湊數。嗰個時候，全國嘅農村連一盞電燈都揾唔到，上海外灘嘅銀行大樓裏邊外匯儲備幾乎為零。而我哋今日睇唔起嘅印度，佢當時已經擁有近20億美金嘅儲備，呢一個我就係我哋新中國起步時候嘅全部家底。一個飽經多年戰火，幾乎被列強撕成碎片嘅農業國。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咁樣嚟描述當時嘅中國，呢個國家需要從負數開始建設。不過偏偏就係咁樣，中國硬係用咗幾十年走完咗人哋幾百年嘅路。而家滿大街嘅汽車、手機、高樓大廈，放喺過去根本諗都唔敢諗。按常理咁係唔正常嘅。一個俾戰爭打到爛晒、文盲遍地、工業為零嘅國家，而家應該係窮到叮當響先至啱。呢個國家本來應該係居民逼喺漏雨嘅平房裏邊，農民睇天食飯，細路仔返唔到學，遇上天災就餓死一大片。咁樣先至符合一個底子咁爛嘅國家發展咗70年嘅樣子。但係當西方記者笑話我哋連一粒鐵釘都需要進口嘅時候，每人會諗到呢一個國家會喺70年之後每日生產10億粒嘅螺絲釘，全球70%嘅智能手機、80%嘅空調、80%至90%嘅筆記本電腦都貼住中國製造嘅標籤。更加冇人諗到曾經連自行車都做唔好嘅國家，而家高鐵嘅里程能夠繞地球赤道1周，空間站懸掛喺宇宙星辰。中國做出咗全球1/3嘅工業品，高鐵比全世界加起嚟嘅里程仲要長，連偏遠嘅山村都通咗公路同埋網絡。我哋仲用唔足全球10%嘅耕地，養活咗呢個世界上先20%嘅人口。有啲人總係喜歡話中國發展快係因為人口多，不過你睇下印度人口同中國差唔多。1949年嘅時候，佢哋嘅家底比我哋中國厚得多。英國佬留低咗5萬幾公里嘅鐵路，佢哋嘅塔塔鋼廠喺1912年就能夠年產100萬噸鋼，結
結果到咗而家，印度有一半嘅人都仲未飲上乾淨嘅水，而中國打開個水龍頭就能夠飲到達標嘅自來水。印度仲有2.3億人用唔上電，而中國早就已經幫全國嘅農村都通咗電，幾乎所有人根本唔記得上一次停電係咩時候，就連最偏遠嘅帕米爾高原牧民嘅帳篷裏邊都點起咗光伏電燈。更離譜嘅就係食飯問題。1959年我哋鬧饑荒嘅時候，中國嘅人均糧食仲不如印度。而家我哋超市裏邊嘅大米白麵堆積成山，年輕人甚至挑肥揀瘦。嗰啲抱怨外賣唔夠快、手機信號差嘅年輕人可能唔知道，佢哋嘅爺爺曾經為咗一袋救濟糧，可能要行足3日3夜。佢哋嘅父母結婚嘅時候，3大件只係自行車、縫紉機同埋收音機。當你喺高鐵上邊嫌棄網絡卡頓嘅時候，請你望一下窗外邊，嗰度可能就係曾經被日軍炸毀嘅龍海線鐵路嘅殘骸。比起歷史常態，呢個簡直就係反常嘅幸運。當然，今日嘅中國或者可能仲唔完美，但係一個曾經俾八國聯軍洗劫過，俾日本仔炸成焦土嘅國家，一個曾經用木船嚟對抗軍艦嘅民族，佢只係享受咗短短幾十年嘅和平，就能夠讓我哋自己嘅航母巡航南海，用空間站對接星辰。一個曾經被譏笑為東亞病夫嘅國家，而家每日向全球輸送1.2億支嘅疫苗。2010年，中國嘅工業產值就已經超過咗美國，終結咗老美連續110年嘅世界第一。2022年，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嘅產量佔全球嘅60%，光伏組件出口供應咗全球90%嘅需求。而家連美國佬想制裁我哋啊，佢都要諗下呢一種逆襲翻遍人類所有嘅歷史，我諗都揾唔到第二例。1980年，我哋全國嘅固定電話只有200萬部，連紐約一個曼克頓區嘅數量都達唔到。今日中國每日就有2.4億件嘅快遞穿梭城市，4G 基站嘅數量佔咗全球1半以上，連西藏拿曲嘅牧民都能夠用上5G 嚟直播放牧。1950年，中國僅有11.7萬嘅大學生，而家中國嘅高等教育無入學率達到57.8%，每年培養工程師嘅數量已經超過咗美日德嘅總和。當印度嘅頂尖學府印度理工嘅畢業生爭相奔赴硅谷嘅時候，中國航天團隊嘅嫦娥天問工程師平均年齡只有33歲。嗰啲牢騷滿腹嘅人，或者應該諗一諗，你嫌棄嘅今日，可能正係老一輩人發夢都幻想唔出嚟嘅明天。呢一啲成就並唔係神嘅恩賜，而係無數雙手托舉起嚟嘅黎明。從黃進起跳入泥漿壓井噴，到南仁東用20年鑄就咗中國天眼，從安徽小崗村18枚血手印到深圳蛇口，時間就係金錢嘅標牌。呢一片土地上面嘅人始終相信窮唔係命，弱可以變強。請大家千祈要記住，今日擁有嘅一切都係祖國嘅饋贈。你腳下嘅呢一片土地，佢先至啱啱完成人類歷史上邊最偉大嘅逆襲。嗰啲睇落好似平常嘅自來水、義務教育、5G 信號，放喺歷史嘅長河裏邊，都係不可思議嘅奇蹟。請大家轉發呢條視頻，讓更多嘅年輕人了解我哋嘅歷史。少年強則國強，少年興則國興。只有牢記歷史，自強不息，我哋嘅下一代、下一代先至會唔再重蹈歷史屈辱嘅覆轍，遠離戰火嘅傷痛。我敢擔保。